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年有客家一条街的概念。这回拜访的是桃园杨梅这个典型的客家庄，这里有很多老古厝，旁边种了很多的苦茶树。以往是油脂的来源，当地人大量制作苦茶油。每年10月采收期一到，就会制作成苦茶油，还有苦茶油皂，发展历史非常悠久。三合院古厝交纸烧装点建筑外观。桃园杨梅是传统的客家庄，有不少的老古厝，而在老宅旁一定有着百年老树，伴随着客家宅院。不少杨梅人就在自家房子旁种起了苦茶树，作为油脂的来源。这边有黑的。不只是房屋周遭，道路的两旁是一整排的苦茶树，垂坠的枝干中，苦茶油籽半绿半咖啡色，这代表着离采收期越来越近了。农友巡视的同时，满心期待。已经慢慢成熟，成那个咖啡色了，这个快要成熟了哈。到成熟的话，它有点会裂开。农友静静等待着1年1次的采收期，在杨梅苦茶树就属永宁里种的最密集，超过10万棵的苦茶树，发展起当地人赖以为生的产业。下旬左右就可以采收哈，采收要看那个苦茶油的它本身的状况哈。5公斤的苦茶油籽压榨出1公斤的油，这是个高成本的商品，所以杨梅的苦茶油想要买，1年前就得要预定了。而品质差一点的苦茶油，勤俭的客家人还会再利用。食用油混入苦茶油，搅拌加热，直到75度高温。有了几度可以啊？因为它还在上升中，有了70度了。温度一定要够，才能够和强碱片再度拌搅。苦茶油皂可以说是客家人的清洁剂。洗头啦、洗身哈，用的苦茶油脂哈来做，它像太扁，它的哈，他们5公分的盆，而且是用菜刀磨出机来机滴滴来洗身来洗头啦。在前人的智慧里，再次记起苦茶油的重要性。早期客家人的油脂来源，滋养了客庄生活，也成了杨梅最独特的苦茶油产业。朝思暮盼的丰收，由咖啡色来装点，10万株苦茶树1/5的浓缩，75度的温热，喂养杨梅客庄，也孕育着独特的感动时刻。